继续是正大的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讲执政党伫咧公投行政无中立，所以全面要来听审着明年度的总预算，一直到行政院长苏贞昌道歉为止。结果，苏贞昌甲回呛讲，这个立委来领人民的薪水，煞无要上班，真不应该。另外，国民党嘛到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来备案，讲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，互民众错误的资讯，硬甲反内底的公投，讲做是反美的的公投。讲一礼拜内，若是要甲类似的标语甲剔除，安尼看一个，就要检举一个。这一份讯息就是假讯息。讲民进党的公投宣传内容拢是假消息，国民党的青年到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直接讲要检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，除了要检举看房的文宣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因为不满行政院行政无中立，宣布其新明年度的总预算案一直到苏贞昌愿意回息嘞。对行政院的正当说明还扭曲，这是完全矛盾的，包括军公教加薪等等。不能进行，国民党要负责，而领人民的薪水却不上工，也很不应该。我觉得这样的政府实在是无耻至极。如果连在野党或连立法院都没有办法监督的话，那还要立法院干什么？那立法委员至少要表达一些抗议吧。来看明年总预算的重点项目，包括受注目的军工教调薪、少子化政策、长照补助、大班有零期，加起来都超过2000亿。宣布期审了后，恐惊影响人民的权益。来不及做成顺利的审查3读通过的话，很抱歉，这些民众关心的真正第一线需要的人都领不到了。现在都在预算审查的时间内，所以完全没有什么问题。所以我是不知道民进党的脑袋是哪里有洞。公投选举都要到啊，连有关人民权益的总预算，拢变做朝野的谈判重点。并且我们留。